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3季第12集。这集讲述了一张抹布的传奇故事。因为政府被蛀虫腐蚀，市长带着市民在老谋子的酒吧开会。会议结束后，小黄和小黑感慨，这次开会位置选得不错，既可以履行公民义务，又能和好友举杯畅饮。一说起好友，小黄就问身为酒保的老谋子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友吗？老谋子支支吾吾答不出话来，只能拿着抹布用力擦桌子，一边擦一边对着俩人喊，我擦我擦，咋骂人还那么含蓄呢？上去给俩人一人一个大嘴巴子啊！于是小黄和小黑联合起来嘲笑老谋子，你的好朋友该不会就是那张抹布吧？众人大笑。一旁的小新表示太惨了，这简直比朋友是眼镜仔还惨。眼镜仔也笑，然后他觉得不对劲儿，自觉被侮辱的眼镜仔当场选择和小新绝交，但小新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不过他没有想到这次眼镜仔竟然是来真的。新小妹提醒哥哥，再卑微的人也是有尊严的，你做的太过了。一旁的老谋子也因为客户的嘲笑，气得扔下朋友就走，而被他扔下的抹布也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中世纪的春田镇还是被法国贵族统治的奴隶镇，农妇辛妈正在照顾自己的孩子，而她的丈夫即将出发参加战争。这时领主秃头和他的神官小蜜走进这户人家，秃顶命令辛妈必须织出一张华丽的挂毯，内容就是他这个腐败奢华的法国贵族的一生。秃顶用2个铜币作为代价，并且给了辛妈25年的时间，然后他扬长而去，在门口还斩杀了不小心挡路的羊羔。神官非常没有原则的原谅了他，但是那些被他杀死的羊羔的羊毛和血液成了织布的材料，促使着辛妈日复一日的织布。只不过那些织出来的图案并非秃顶想要的，一家人大惊。领主虽然非常欣赏挂毯，但他是个无情的领主，于是违背了他命令的富人一家惨遭大火屠戮。不过贵族很快也遭到了报应，他在骑马的时候和挂毯一起掉下了悬崖，被挂毯缠住脖子，挂在树上活活勒死。勇敢的法国人为了展示自己的强大，决定鞭尸秃顶的尸体，并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。后来记载了这些事情的挂毯被送到了城市的大教堂内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那是抹布最风光的一段日子。但好景不长，一伙海盗闯进了城内，长得像辛巴一样的海盗用头破开了大门。这位古代版辛巴觉得当海盗太难了，决定转行成为一个艺术大盗。于是他撕下了挂壁搓咔当，结果却发现那张挂毯随着他的举动改变了内容。然而这张神奇的挂毯遇上的是一个没脑子的强盗，于是挂毯惨遭强盗生吞。抹布感慨，他这么多年来仍然觉得那海盗是他经历过的最恐怖的事情。说着他嘬了一口9克倒下的啤酒，感觉好多了。与此同时，眼镜仔发现有人在用石头敲他的窗户，他打开窗户，差点被扔上来的石头呛死。原来是楼下的小新在搞事。在眼镜仔决定绝交之后，小新打算和他好好谈谈。眼镜仔安静地听着他扯淡，但从来都是习惯眼镜仔道歉的小新支支吾吾了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于是眼镜仔关上窗户，不愿意和小新交流。一旁眼镜仔的妈妈也是如此，宁可被石头噎死，也不愿意和眼镜仔他爸交流。说回抹布的故事，被劫匪咬烂之后，他被一群自称为基督教的人转手卖到了波斯，引发了波斯商人的愤怒。很好，犹大背叛的原因找到了。没过多久，抹布发现自己出现在阿拉伯某个暴君的房间内，暴君每天都要让妃子给他表演，并且一个不高兴就将那些妃子扔进坑里。在他扔了500多人后，一个聪明美丽的少女出现了，她用故事吸引了暴君的注意。阿里巴巴和40大盗的故事由此衍生。聪明的少女一连讲述了1001个故事，成功在夜间拯救了那些被丢进洞窟的妃子。而暴君还想听新的故事，见少女不愿意讲，立刻想叫侍卫杀了少女。于是少女带着被救出来的妃子们，将这个栽种暴君给宰了示众。而君主的帐篷很快就被500多名妃子带走。他先后经历了好几个国家，在法国成了人们处决贵族的眼罩和放血垫。他以为自己会变得越来越落魄，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成了一名大艺术家的工具，在米开朗基罗手里完成了著名画作《创世纪》。但在作画完成后，他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。随后抹布被丢在了路边，成了人们可以
以随意践踏的存在。小黄将地上掉落的抹布拾起，劝导老谋子趁早换一张抹布算了。老谋子嘴上答应，但身体却很诚实的将抹布捡起来蹭了蹭。显然酒客们说的没错，他确实将抹布当做好友了。而此时另一边，眼镜仔发现房间门被推开，小新竟然跑来道歉了。眼镜仔轻描淡写的擦了擦眼镜，缓缓开口：“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操作在隔壁国家叫追游火葬场？”小新点头，问眼镜仔：“你看我还有机会吗？”眼镜仔拒绝了爬山，但给了他机会。小新迫不及待地从包里掏出稿子开始念，言语真切，用词高级。眼镜仔听完十分感动，然后问他稿子是不是辛小妹写的。见真相被揭露，吃瓜的妹妹背着小新直接回家睡大觉。而小新这波火葬场下来，骨灰都给扬了。抹布这边还在讲自己的故事，后来他被一位老妇人改造成了一面星条旗，只可惜这旗帜变成了美国内战的败方，被一把火给燎了。然后他又变回了抹布，成了经济大萧条时期一家人的抹布汤。最后他随着一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队伍登上了珠峰，然后被一只大猩猩捡了起来，送给了他的儿子老谋子。这就是他那传奇的堕落史。抹布已经不祈求别的了，毕竟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比当老谋子的朋友还痛苦的事情了。没想到这时一只手突然伸了出来，将抹布从老谋子的手里拽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眼镜仔在门口拿报纸，守了一晚上的小新跳了出来，真诚地向眼镜仔道歉，并表示眼镜仔想怎么惩罚他都行，只要愿意和他和好。眼镜仔冷笑：“那我可以叫别人来一起打你吗？”小新连连点头。于是眼镜仔一拍手，人高马大的打手出现在小新身后。小新怪叫一声：“你是真心想让我死啊？”当然眼镜仔还是手下留情了，在揍完小新后，他也不生气了，反而因为小新低三下四的态度不太习惯，最后还是提议恢复成之前的关系啊，已经完全变成小新的形状了呢。好孩子不要学哦。而和两人皆大欢喜的和好不一样，老谋子发现自己的抹布不见了，他四处寻找起抹布，甚至想向警长求助。然而警长自己的警车都被罪犯给挟持走了，别说帮忙找抹布了，他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个问题。但抹布其实是被新妈拿去洗衣机洗了。找上门的老谋子看见洁白的抹布，忙问新妈这是怎么回事。新妈解释道，之前大会散场后，他回酒吧找自己的手提包，发现老谋子似乎很喜欢那张抹布，于是将它带回来洗干净再还给老谋子的。老谋子感动不已，这抹布可是他唯一的朋友了。没想到辛普森一家连忙安慰他，其实他们一直都将老谋子当做朋友的。于是老谋子感动地扔掉了抹布，和好朋友们一起离开了。另一边，被抛弃了的抹布居然被狗狗捡了回去，感受到狗子毛茸茸的皮毛和蹭蹭，抹布此前经历过的不生终于得到了圆满。有谁能拒绝听话又乖巧的狗子呢？抹布那波澜壮阔的一生结束在狗子的怀抱中。小新了解了眼镜仔那种不被重视和尊重的痛苦，老谋子收获了新的友谊。交朋友不该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要你觉得和他相处得很好，不必是过命之交，一个点头和微笑已经足够了。至于官方这波辱法，纯当没看见吧。没办法，美国历史也就那么一丢丢，只能辱一辱老对家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